总而言，虽然是小朋友车款的感染症之一，车款的症状包括胸腔痛、发烧，有时阵会头痛、恶心、呕吐等。但因为家长注意，拢会带小朋友赶紧来就医。不过中老年人如果无适时的治疗，中耳腔长期发炎变成慢性的中耳炎，而造成耳膜破损，影响到听力，必须要以耳内视镜搭配显微镜的手术来治疗。小朋友的话是中耳炎好发率最高的年纪啦，但是因为小朋友他的恢复速度也很快，而且现在医疗进步，所以他们都很早就就医，所以也许他不会进展到耳膜破裂的时候才来处理。那中老年的问题就在于说，他们如果发生了中耳炎，经常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免疫力低下或是有糖尿病的问题，他们的那个伤口恢复本来就比较慢，所以他们会后续需要这个手术来做耳膜修补的治疗。因为近几年开始使用耳内视镜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耳道用耳内视镜伸到中耳腔，所以我们不必从耳朵后面去磨开这些骨头。但是因为单纯使用耳内视镜，它还是会有一些手术视野比较狭窄啊，或是无法双手一起操作手术器械的缺点，所以我们才是使用双镜手术来截长补短，同时有显微镜的大视野，然后双手操作，同时也有耳内视镜的这个可以看到一个局部部位的好处。基美病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苏伟祥表示，过去传统的耳膜修补必须要对胸腔的压迫切割才能进入中耳腔，现在有耳内视镜对胸腔来进入，搭配显微镜相近的手术，让视野看得更加清楚，而且嘛缩小手术的创伤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